悲上帝，阮来到你面头前，阮特别求你圣神引导阮入的真理，带领阮用10条诫、第6条诫来面对现代伦理的问题。求你赏赐阮智慧，引导阮下面的时间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各位兄姐平安。今仔日特别无海德堡要你问答，无这个部分。是安怎无这个部分？因为迄当时，伫这个500年前，迄个宗教改革时无这个问题，但是即马这个问题是真正普遍，就是性命伦理的问题。性命伦理的问题，我要来讲到4个部分，咱每一个人拢会拄到的。第一就是肉体的问题，第二是安乐死的问题，第三就是战争，第四就是死刑的问题。这4种问题，伫咱即马肉体即马真平常。咱一年台湾肉体的囡仔，差不多出世的囡仔2倍到3倍。肉体是不止严重，一年敢若为着肉体的产业，伫台湾差不多赚4亿。你敢知啥叫做肉体的产业？就是讲，即么肉体的人心内非常的操心白目、重大，所以伊就爱去求神明，带伊迄个肉体的囡仔来超度。了解吼？啊，佮18岁快，佮落尾嫁翁。啊，佮落尾娶某，爱来办啥？娶插头啊，嫁插头啊，安尼母落一年，差不多趁台湾人为着这头4亿个产业。所以，这个肉体毋是一块肉去用摕掉咧，是一个性命去用解决掉。了后，这个肉体人非常的惊吓，伊感觉讲伊害死人，所以咧心袂平安，所以这个。台湾的民间信仰，较照着安尼来介入，了解吼。后来，咱来先讲第一个问题，就讲这个肉体要拄着伦理问题，就是讲，这个体儿伫腹肚内是毋是有性命啦？了解无？若毋是性命，是一块肉，我的肝到一半，我的胃挂掉3/4，我敢会得爱去拜拜？毋免啦，袂惊吓嘛。但是独独肉体界安尼咧，这头底体，这个体是毋是性命？所以这个体儿伫老母的腹肚内中间，伊是毋是有上帝所赏赐的性命？若毋是上帝，若是上帝所赏赐的性命，伊就是照上帝的形象做的，伊就有尊严，佮有性命。所以咱就无法度决断伊的生死。若是无性命，那亲像一个烂山肉，咱知影吼，烂山肉鸡安尼来摕掉就好。所以体儿是毋是有性命，即种是决定讲会使袂使肉体，了解吼。后来第2部分，咱先来了解，就是讲，这个肉体，这个体儿的性命伫圣经有根据无？咱拄仔讲到耶稣的先锋惊死的约翰，伊的老母伊丽莎白。在怀孕的时阵，伊就听见玛利亚请安，伊腹肚内的体儿就踮遐怎么跳动，了解吼？所以伊就会当听见上帝的声，毋但仅是安尼，伊的老母搁再互圣神充满，所以咧，正妇人的中间，你得到福气，你所怀孕的也得到福气。意思是你达得而落的，所以伊这是一个福气，这是一个真正有一个尊严的对象，上帝要赏赐予伊。咱知影迄个亚鲁米，伊伫上帝启示讲你未出体的大仙，我就分别你做圣，设立你做列国的先知。
所以伫这里还未出世，迄个伫体字的时阵，上帝就分别伊做成。所以圣经讲，看今日是耶和华所赏赐的产业，所怀孕的体是以互你的报赏。所以讲上帝拢看做是人，安了解吼？你既然啊上帝安尼了解嘛，一只咧诗篇139篇讲，我伫这个老母的腹肚内，我还未成形的时阵，我当隐瞒着你，你拢我还未成形的体质，你拢已经看见，安了解吼？所以上帝毋是讲干那你这个体质尔，佮在照顾，佮分别做成，佮会听。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医师，伊来讲，陈牧师，我实在是真后悔，我这个查某囝会遮尔艰苦。实在是我咧怀孕的时阵，我非常怨切我的翁婿，所以我就怨切这个体质。我想要大要克掉，但是我感觉这是一个性命，我逐日逐日加滚。地球伊即摆出世的时阵，个性有够歹。我讲你做医生人，你较会讲即个话，属实的。这个体质的教育属实的。所以你看，咱逐礼拜都为着这个怀孕的妈妈，拢祈祷上帝互你平安甲欢喜的心。好，这是安尼。所以这有圣经的根据。第三，这老体实在是刣人，是刣伫腹肚内的囡仔。因为这个罗马帝国的时阵，因老体是正常的，但是耶稣基督福音就传落的时阵，教会人就讲袂使对体，袂使老体。这毋是袂使摧毁新生命的婴儿的生命，尤其伊个无当讲话，佫无当啊，你就答对。所以伫个12使徒的遗文内底，就讲到遮。所以初代的教会，咱知影12使徒的遗文吼，就是迄个使徒约翰的学生留落来。这个12使徒的遗文吼，咱真正看到，迄是伫1907年，伫迄个伊斯坦堡，伊斯坦堡迄个圣索菲亚图书馆吹出来，吹出来是希腊文的，看起原来就是初代教会所以这就是安尼。所以咱教会就爱鼓励人，毋通老体，无论安怎较艰苦，莫为着家己的自私，还是家己的方便。但是咱知影即摆人为人生咪出来，拢爱啥？做人工受精。人工受精的时阵，为人拢一边拢下5个体啦。我一个要来下5个体，讲你敢下到5个？伊讲万一若无吼，若万一若5个拢出来吼，我中途落体落3个，落2个就好。我讲唔系啦，这体质是活命呢。伊讲安尼我无要几个，我3个就好啦。万一你若阵真正3个拢生哦。迄阵我嘛阿知，阮2个家庭开会议咧，跟教会一个兄弟啊，讲伊若阵仔生来吼，阮2个拢要大即啥，拢要来收一个，要来饲呢。饲人吼，毋是咧饲狗仔呢，迄袂使放弃的咧。我讲阮饲的时阵吼，伊叫我叫我称爸爸倒，叫恁真正叫恁爸爸妈妈，安尼就好。阮真正来饲甲大负责个大学毕业较好哩。我就阿知，阮2个拢。决定了，我有会议了，这是真正是事实的。好伫伊生一个尔，无我即摆就有一个囡仔伫我边仔哩，伫边仔哩，这事实的。咱若是真正有困难人，咱教会成做一个共同体，咱来帮助伊度过这个危机，了解吼？莫讲随便摕掉，这刣人。好，第2项咱要拄着问题是安乐死。这个安乐死，咱知影台湾即摆一个2个人足称的，逐日在画，对不对？一个叫做琼瑶。琼瑶啦，一个叫琼瑶，另外一个叫啥？叫傅大人。布大人呐，姓布啦，傅叫做读做布。布大人是基督徒，但是伊定讲我要死，实在教会拢无讲这个真理，所以地教的伊讲我要死，伊的意思就是讲求医生到我加工，互我即摆现死啦。吼，所以咱来了解吼，先2个名词，先了解一下，这个。安乐死甲自然死这2项无同。安乐死的意思就是讲，你这个人若活了
伤过多啊吼。意思讲，你若伫活在这个世间无价值，你会当要求医生也是恁厝的人，专来加工互你死啊？安了解吼？啊，通常安乐死本来是伫这癌症末期，非常疼甲挡袂牢，伊要求要自杀，啊叫医生来加工，啊这种会使袂？咱知影台湾有一个足有名的，是对台湾的迄个税务足有贡献的，叫刘台中。刘台中嘛要求安乐死，无度的时阵，伊全用假输就全死。死的时阵，周莲花牧师来办追思礼拜，迄方骂甲臭头伊。周莲花牧师讲，刘台中先生写字条写要几百条的啊，写讲我1分钟都无当忍受，迄癌症迄癌咧踢加卡，到尾讲我半分钟也无当忍受，我到尾我10秒钟也无当忍受。啊，你知影写甲错甲干死，迄个实在是非常的艰苦。所以周莲花牧师讲，我是同情伊的痛苦，我毋是赞成安乐死，啊，无必要安受攻击。迄种时我伫遐做礼拜有听伊讲，啊，这个安乐死甲自然死无共。自然死的意思是讲，人的死期若到位，家属甲医护人员，伊用合法的治疗，无当延迟伊的性命，所以无大用加工的人工的卫生的器具啊，了解吼？我心脏要顶伊啊，加一个人工心脏搭拍，对不对？血压无也要加咧，对不对？啊，迄落袂喘气啊，佮加咧，啊，都用碰扑搭拍，安尼是毋是安活？安尼加活3个月、6个月、2年嘛，我多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无当食灌肠，啊，无当排。再搁做一个人工的迄个工棉，补出来，安尼补落，1个月拄啊开120万，安知吼？啊，半年搁开偌济？720万，反正开别人钱，根报倒啊！这叫做人工的方法维持，这毋是真正迄落。啊，所以自然死的意思是讲，我死亡啦应该到，上帝到的时候，我无爱加工。你敢知咱台湾吼，这个呼吸的照护拢总几人？35万人。啊，是安怎？因这若杀开随死，啊，但是敢斗咧，啊，斗咧平均拢超过加3年到5年。啊，这是人工维持的嘛，这毋是真的嘛。啊，现在要安尼，因为安尼落的是我1个月交互病院28000，啊，但是伊的18%佮加伊的迄落，佮有6、7万人领，安了解无？啊，所以是开全民的钱啦。啊，所以咱教会爱主张，咱袂使人工的维持，吼，这已经超过上帝的时间的限度，嘛袂使当安乐死，所以咱应该着鼓励自然死。所以即马这安乐死的歹就是啥呢？你这安乐死吼，因到尾也说传啥？讲这个植物人，咱听过吼，植物人，也是这个。真严重的失智，哦，啊，这严重失智啥用？啊，那植物人啊啥物？啊，这就来加迄落。我真正意思讲，若是真正植物人是用人工来维持的，咱应该就来去掉。啊，阮姆嘛是已经倒23年，阮爸也定叫阮老母去去掉。阮老母讲：恁若毋退，叫我去。我若去，恁这孙啊加起来17个，我要告我，我哪袂得？啊，若袂恁家己去好无？因讲伊拢一直同意去掉，但是咧叫阿进去。啊，这虽然讲叫进步退，我老母讲我太我要叫我做歹人，啊，都唔敢去。啊，这所以咧，咱应该着主张自然死，卖人工，了解吼。后来，搁在咱来讲到老大中的问题，就是讲，咱即摆这个社会已经有安宁的疗护，安宁疗护啦。安宁的疗护就是讲，也是称作善终的服务，也是临终的关怀。就是咱认为，这个若是癌症末期的人，伊无法度延长伊的寿命，伊所有的治疗拢总无效啊！啊，伊阁受到这药物甲病痛的痛苦中间，要安怎呢？咱应该互伊用口服还是注射，
互伊减轻伊的痛苦，甚至为着要减轻伊的痛苦，冒着危险，病人减低会缩短伊的性命，咱嘛是应该赞成，互伊有好的生活品质。按了解吼，毋是要互伊死啊，是要解除，比如讲伊巴掌，巴掌啊，北来的水伤大，按着抽水，爱疼甲挡袂牢，咱就用毛灰。有人讲袂使啦，安尼若调咧咧，都活无2礼拜啊，要搁调咧，要调到当时啊，无啦，迄毛灰袂使，无影啦，毛灰迄当时伫遐用的是合法的啦，迄是解除人的病痛，毋是要用落痛的啦，按了解吼，好人咧煮毛灰是落痛。迄是要欢喜爽就好，迄毋是，迄是已经疼甲挡袂牢啊！请问诶，真正诶安宁疗法是毋是甲安尼？毋是，这是第一步，减轻肉体诶痛苦甲艰苦，互伊有精神，甲所有诶亲人做伙相甲陪伴，互甲伊甲亲人中间有好诶交陪，这个时阵。咱就带大医生，带伫社会就是讲意思讲，迄个社会系统中家庭的人来陪伴，佮你心理来安慰，佮用灵性来照顾，互伊面对伊的死亡，安了解吼？所以我对这个安宁的疗法，我拢讲啥？自将性命交托互上帝，自将病痛交托互医生，自将陪伴。交托互啥？互家族，安了解吼？若自从面对咧，交托互家己，我家己要敬上帝啊！我是毋是有一寡罪爱认互清？我是毋是有一寡人我阁真怨愤？我应该和伊和解，安了解吼？尤其迄亲人啊，迄爸仔囝安尼感情遐尼歹，你是毋是咱讲做一个老爸讲，我要走啊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一世人我对你定打你以后。但你安尼吼，我拢奉耶和华上帝的名，甲奉天的名来糟蹋你，来欺负你，请你原谅我，是毋是安尼？你若是安尼要走啊，要转去啊，安尼的时阵，请问你的囝、你的孙会原谅袂？拢嘛会原谅。到尾好好，安尼无真好，莫带着迄个怨叹甲受气，对毋对？我这个也激气激到心内，所以我帮助一个姊妹。伊要过往进前，伊就甲我讲，但牧师啊，我实在是我老爸欺负我，我一世人拢毋敢嫁。我讲哈，是啥物？你老爸含你有关系？我讲哦，对，迄个姊妹身体是足水的，钢琴弹得够好。因的教会内底迄阵6、7个代病的医生，大家在堆，拢毋敢。伊讲天下男人拢像阮老爸安尼。我靠，安尼无影啦，迄无含你老爸要讲啦。伊到尾讲出来，老爸咧冤家的时阵。伊就当边打讲讲，爸爸莫欺负妈妈啦，莫安尼啦。老爸讲你冲，扒落准骗落，准骗落大块阿妈好。伊讲因老爸来扒落迄个时阵，伊印象够深。我就讲因老爸听，老爸讲我哪会有啦，无啦。迄阮早囝我别讲诶，要死啊！进前拢我别讲啦。我讲哦，伤害人拢袂记得啊，互伤害拢记条咧，是毋是安尼？若世事伊若是安尼。你袂记得你啊？你嘛大伊承认讲，爸爸若有安尼做，请你原谅我。我实在是袂记得你啊。上好你后壁句话莫讲啦。伊讲不讲，伊就讲，因如果你若爸爸，我请你原谅我。两个阵好阵烂咧，当好阵和解，是和解了有较慢啦，是毋是？是毋是？伊若莫安尼吼，所以这安宁的疗法是。减轻病痛的痛苦，解除症头哦，解除症头啦，好了解无？譬如讲食袂落，解除伊的症头，安尼尔袂理论上袂延长伊的寿命，但是互伊有生活好的品质。那个时阵，家庭的人相陪伴，亲族朋友来相交陪，互伊含人有遮好，要走的时阵袂孤单，袂惊吓，袂软呢，互伊有活的志气。你后阁一种信用交托互伊，互伊面对上帝，阁来抹油，互伊接受上帝的救恩。安尼有真正的确据，安尼这叫做安宁的疗法，安了解吼？
啊，有个人要带去安宁了，我讲牧师啊，你莫叫我去好无？你若来出去，入面拢袂当转来呢。你莫害我啦！哦，这叫做临终的关怀，这是较早安宁疗护的头一站的意义。即摆意义叫做爽快，搁互伊缓和的关顾，按什么意思咧？即摆来讲，你还未到末期的前2-3年，你已经知影你癌症到末期啊，有人末期会拖要2-3年，你嘛通去遐做，按了解吼？毋是要做的是要互恁死，无啦，是你要一个镜头来解读啦，安尼，互你会当真好的生活品质，安尼意思是安尼。第三项，咱来了解就叫做正当的防卫。请问诶，因为基督徒互人足大的误解啦。耶稣讲，若有人刮你的，用伊的正手刮你的正柄，通常用正手是先倒柄嘛，是毋是安尼？我的正手若射你，是毋是先倒柄？啊，我用正手会刮你的倒柄，刮啦，讲叫做刮啊，迄刮是极其的痛苦，佮极其冤切，侮辱人啊！啊，你连倒柄也会互刮，所以教会人互看做是袂使正当防卫，是一个和平主义，对不对？其实迄段圣经实在是真大的误解。迄段圣经讲，若有人要治你的外衫、连内衫爱互伊，对不对？迄是你欠人，按了解无？我欠你。所以帝国我应该赔你外衫，咱告你嘛。啊，告你的时阵，你敢讲啊？我来占你这个外衫，占你迄句话，我感觉我感觉真见笑。我连内衫都加你些赔的意思就对我啦。就讲咱上旧约的圣经讲，咱人若欠人的钱，若要还人的时阵，毋是啊，拐人的钱啦。若要还人的时，譬如讲你人拐1000，要还人是爱加4成啦，爱还人1400啦。按了解的意思吼，对不对？啊，正当的防卫是伦理上是合法的。因为安怎讲呢？你要留我的血，啊，我先怎互你留？你也毋是迄个公权力啊，你也毋是政府啊，我无犯罪啊。你想要留我的血？你留我的血，你是犯第6条戒呢？啊，我要安怎互你去犯第6条戒？我袂使白白互你留血，按了解吼？所以我有一个正当合法的注意。所以这正当合的注意哦，这毋是我的权利尔，这是一个责任呢，这是一个真严肃的本分呢，了解哦。所以政府是用刑法甚至死刑，这是一个合法的注意。因为我若无注重你这个人除掉，你煞转乌白太人，了解吼？我举一个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阵。正基督徒，即个牧师，即个主教，拢在替希特勒听有无？希特勒咧写圣经的根据，去侵略侵略波兰，迄个台人啦，写圣经根据啦。独有一个人叫做蒙霍尔，潘霍华。蒙霍尔伊组织一个暗杀队，要暗杀这个希特勒。伊讲这希特勒起笑呢，这波兰的人。即刻的人，即奥地利的人，因犯什么罪啊？啊，乌白台对不对？啊，你即个坦克车都攞驶入去，啊，杀死遐侪人。啊，犹太人有啥物罪？了解吼？啊，咱迄阵伊咧组织的时候，教会拢反对呢。伊做牧师啊，佮组织，伊讲我若拄着一个起笑的人，小人呐，啊，开个大卡车，为大街啊落去，啊，乌白台乌白弄死人。请问我做牧师用啥？我做牧师人都起来安慰讲，哇，你得爱遐怎？这爱顺便啦吼。啊，我来办对书礼拜，办互你足爱用的啦。伊讲我做牧师才使安尼，我当然爱跳去车顶，注重这个小人怎？阻止啊！啊，我若要阻止的时阵，我嘛有杀人，一定要杀我嘛，我就先杀伊啊。按了解意思。所以国家用的公权力、刑法，这是用的公权力。啊，若无咧，这个人咧，随时来了。啊，一个人若派正大，还是派机关枪，啊，冲入人安尼，请问你若是
做国家执行者，你爱啥？你当然爱是互伊先死啊！这是正当防卫嘛，这是正当防卫。所以人在讲，即个强调，即个为人吼，即个战争内底有人提倡即个和平主义，绝对安怎样拢袂，都互抬倒。哦，我伫迄个台北拄着足侪遮人，啊，中国人都好抬嘛，看伊抬偌久嘛，抬偌济嘛，啊，拢讲即个话啦。啊，更战争的说台湾人袂使安怎，台湾袂使有任何的迄落，啊，人伊那边台湾拢应该讲台即个话咧，话佛教的，话基督教的，是咧。当外国要侵略咱、威胁咱的生存的时阵，也是恐怖主义要杀咱的国民的时阵，遐个官员、遐个负责国家安全甲社会安全人，伊当然爱组织这个谋害行动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正当防卫，安尼就安开人了解。啊，这个挥击死刑的人，我感觉我拢真正同情这人。和平主义我嘛真注意，知影吼？有一个钢铁人，迄个电影迄个，啊，伊安后日咧，伊就绝对唔杀人嘛，啊，嘛举枪嘛，啊，所以这边是伊用 Q 嘛，啊，到尾伊伫落个含日本的战争的时候，伊无一个人派86个救开，啊，甚至伊嘛派10几个日本人呢，拢救开呢，啊，到尾变做好迄国家的英雄，啊，因遐和平主义是迄个耶和华见证人会、安后日会。这个人，你茫叫是因刀劈战争呢？因是伫战争的头前，拢加入迄个红十字会，红十字会是救活人的，甲迄个绿十字会，绿十字会是迄个派死人，倒来打的。伊拢加入迄呢，是上危险的。啊，对咱对这和平主义人，咱真正了解，因这人是哪会和平主义？当时宗教改革的时阵，咱知影罗德马丁的信义宗，甲瑞格里的改革中，就张乐会前身啊，改革中啊，拢抬啥？抬了 Anabaptism， 抬了中西礼派啊，迄抬到偌济，抬到对到莫斯科呢。啊，到尾因这人，我多20几万人，专坐咱土瓜林，唱哈利路亚，干无咧抬啦，抬甲唔敢抬啊，安了解吼？较知影讲，我偏偏是基督徒，我只不过。我连囡仔洗礼啊，我断我讲你爱真正信甲洗礼，安尼啊，你都抬好死，你就奉上帝名抬我。啊，所以这人是和平主义的，安了解吼？伫个加尼门主义，伫这个荷兰的时阵，咱这个卫理宗的，咱是阿米尼安、亚米念的，迄当时嘛用抬啊。啊，所以咱唔敢发行这个国际有一个迄个法庭，伫个荷兰的海牙。荷兰的海牙啦，这就是这个和平主义是为咱来。咱最后来了解这个死刑，真正死刑，咱知影反对战争甲废死，拢是拒绝这个罪恶运动有违法。咱知影这个反对死刑人，咱能同情伊，因为伫白色恐怖甲红色恐怖的时阵，你若怀疑你是。共产党，咱知影吼。我本来我本来是足中党爱国的。一届迄个台有一个教授啊，讲启用我摕这个互你看，我看者根本昏倒啊。一个基督徒，台历史的教授，我看，我哈，阮历史阮无写。哦，看者惊死。一个分裂杀死50万人。内底囡仔甲婴仔超过10万人，你敢知影杨虎城？捌听过无？张学良甲杨虎城、杨虎城啦，要走的时，因兜86个杀死了，挂伊。所以我会同情甲了解，遐为着政治利益的人，随便无共政治对象就杀啊，了解吼？就杀啊，这唔对啦。但是若是谋杀人的。谋害人的，也是滥散用着公权力乌白害人的，请问这人爱刑法面，叫圣经第六届爱刑法，按了解吼？啊，若是讲你也我主张无共啦，啊，你主张迄落什么台湾啊，毋中国统一啊，你主张台湾啊独立啊，啊，你主张安怎和美国合作伙啦，啊，你去做日本的，啊，无共我就害，这
这已经这袂使按了解吼。所以应该反对死刑是反对遐个证据无充足、证据无充足的啦。啊，反对遐个无共政治的主张、无共经济的主张、无共文学的主张啦。迄种的迄袂使杀人啊。但是伊若是谋杀人、害死人，有证有据，咱这个社会应该就主动这种人，搁继续害人，按了解吼？这是一种的正当的行为。好，今仔日咱这个现代伦理，咱讲到这，咱会当然这讲袂了，咱讲到一个地步就讲袂了。但是咱知影，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做的，所以若是流人火，伊的火嘛爱互人流。所以一人的性命遮尔尊贵，所以伫婴仔内面，伊虽妄袂讲话，虽妄伊无法度通争取家己权利，但是咱教会的人，咱爱为因来讲话，为因来出声，帮助因。那教会的人若有真正有艰苦，需要着肉体，请注意哦。高雄市有一间病院叫圣公，捌听过无？圣公病院，设施若恁查囝有心，若要伫遐要生，请问诶，若要救婴仔，还是要救老母？请问你要救恁查囝，还是要救恁孙啊？哈，那阵两个干那咱选一个尔啦，请问诶，哈，救老母哦，救恁查囝，因为后摆个会生诶，对不对？这是咱新教的啦。啊，若天主教讲，你这老母已经得救啊，这婴仔未伊有原罪，所以婴仔爱出世，老母无死，按了解吼。但即嘛天主教无人安尼遐严下啦，所以哦，咱若迄妇产科卖上去建功啊，你若拄着天主教的，啊，万一若南山的拼火救一个人，一定是救细囝的。伊问讲你有信主无？哦，信主，安尼好，写咧吼，写咧安尼好，啊，你囡仔未写咧哦，所以伊是真正信的哦，伊是真正信的哦。啊，若咱新教人讲袂使啊，救老母啊，安了解哦。所以这是一个真严肃的问题。这是真正的问题，以后会拄着的，吼，啊，你对不对？但系咱这新教拢讲救老母啦，天主教拢救囡仔，救囡仔，所以这个啊来，搁来咱搁将来啊拄着咱是大人，食到百岁年老，甚至伊按戆严啥也是，咱爱搁互伊有真正的尊严活咧。但是赶紧写裁决书，卖人工呼吸，卖人工心脏。卖人工，卖加压机啦，加压剂啦，加压剂啦，加血压啦，自然走都等去啊，安得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必要浪费这尊严啦，啊也免加工自杀啦，啊若真正实在有痛苦，实挡袂牢啊，就交互医生，安了解吼。啊，即马咧反对死刑这么严重的时阵，咱知影教会，咱应该着清楚，迄个毋是。杀人放火，甲迄个无共意见的，咱无必要大死刑。咱了解，爱有这个人道。好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宣传，亲像天父遐尼宣传。求你帮助阮，带领阮，引带阮，互阮会当这个教会加做一个圣洁的教会。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